nghệ起疼心，24号之3，朝代东周，孝子占心。伫东周的时阵，有一个号做占心的人，也就是李子仪的长子，伊是孔子的头家师爷，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。听讲伊的学问真百甜，阁非常有效。伊的大作有《大学》《孝经》等等的儒家经典书册，后来的人甲伊尊称作宗圣。毋过，长子细汉的时，厝里真散赤，爱去测查才有法度三顿饱。有一摆，伊上山去测查，干焦剩老母一个人伫厝内。忽然间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有人咧落门。请问有人伫咧无？长子的老母甲门拍开，外口的人一看，煞落着开喙问：你好，请问长子敢有伫厝？我是专工来拜访伊的。这时阵，长子的老母心内正着急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哎哟喂啊，这是要安怎才好？要安怎才好咧？原来厝里无啥物会当食的物件，通好按来人客，也因为苏当时交通无便利，嘛无电话会当联络，长子因阿母嘛找无人，会当替伊去山顶找长子，只有目睭捏看，希望长子赶紧转来。毋过等足久啊，嘛是无看到长子的影子。思过来想过去，长子因阿母常常想到，后生这呢友好，定定甲我心灵相通，知影我咧想啥，无定着安尼做，伊就会当感受到咯。就安尼，甲伊的手伸出来，忍痛出力，甲家己的手指头仔，伫山顶测查的长子，常常感觉心肝丢一个，感觉无啥对同，紧甲茶歹咧，就冲转去厝。转到厝外路，就看到因阿母伫门口咧裊裊看，非常着急，遂撞过去问因阿母：娘，毋知你找孩儿有啥物代志？因阿母讲：厝内有人客来，讲要找你，我想无办法，就甲家己的手指头仔望我的疼痛，你有法度感受到，会当赶紧转来。长子若毋是平常时甲伊的老母感情遐尼亲，遐尼友好，有法度及时体会因阿母的心意，要哪会发生这种心电感应的奇迹咧？要心灵相通，也需要有十足的斗大。